来自美国甲荷兰的大赛，伫国民外交协会台南市会成员以及许庙天坛董事长徐国伦等人陪同，先来到天公庙埕做伙留念，留下历史性的一刻。该会为了感谢美国、日本、荷兰等大国家，伫疫情期间前后捐赠有900万剂疫苗，互咱渡过难关，所以特别邀请大赛来台南2天1暝，规划感恩之旅。因为 COVID-19 疫情所引起的一个状况哈，所以我们就是接受了一个捐助。那我们是希望借由民间的一个团体力量来做一个感谢。这一次我们也希望因为这样来带动他们到台南在地的文化，希望他们更了解我们，增加国际友谊。会中美国在台协会高雄分处长甲荷兰台北办事处副处长嘛伫社会引导，一来感受咱的宗教礼仪，甚至知影入境随俗，对咧提香祭拜，祈求国泰民安，场面相当温馨。我们都常说这个美台关系的基石就是人与人交流，所以今天的活动。今天我有机会来参加今天的活动，真的是我的荣幸，谢谢。所以入境随俗来拿香拜拜，对不对？入境随俗，对，没错，就让我更多了解这个南台湾的文化。我们这些的贵宾能够多了解我们台湾的宗教的文化的气息。今天刚好也是礼拜天，很多的我们的善男信女也来这边拜拜，玉皇上帝。那看到我们的。就宗教的自由的可贵，值得是我们大家羡慕的。国民外交协会台南市会是目前台湾唯一登记伫国际上从事国民外交的国际社团，来自各行各业的热心人士，透过民间交流，善尽一份的力量。台南新闻古文集采访报道。